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联地。今仔日绘本故事的主题是过年。过年会当讲是咱台湾人一年当中上重要的节日。节目上来去，咱继续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来跟咱分享过年的传统风俗。世界科技行进步，台湾文史学环科。过年吹甜粿，甜粿就是年粿，一年才吹一摆尔尔。敢若过年咧吹，另外阁有吹发粿、菜头粿、包仔粿等等。咱过年在啊，都爱先整理香炉啊、神明炉、公妈炉啊，切顶下道，顶道就是红旗道啊，下道就是八仙道。古早时呢八仙道，阁有四疗医疗哈。四疗医疗会用去食饭啊，重要的请人客就伫即个厅头坐八仙桌啊。另外呢，过年爱款青草，过年暝咱桌顶呢有猪肉、鸡肉、鱼啊，各种菜糋、肉糋，即个糋料阁有长年菜。长年菜一般拢用挂菜，有的所在用培灵这是各地风俗的差别另外，过年暝桌顶一定要有甜粿、发粿、菜头粿伫即个过年暝，因为伊是初一早拜拜的日，所以毋是伫过年的要斗中昼进前拜，爱等甲日落申时，就是下晡时3點至5點才開始拜等於講對半暝的子時。提早3個時辰、4個時辰到即個日頭落山進前開始拜，先拜神明，廳頭的神明，甲外口的地基主了後呢，才拜公媽。講到拜公媽，即擺的人攏甲過年暝做伙食團圓飯這件代志叫做圍爐。其實這是一個真大的誤解。事實上，圍爐是為公媽爐拜公媽，毋是為火鍋爐做伙食飯。咱咧拜公媽，過年的拜公媽有一個特別的名詞，叫做圍爐拜公媽。圍爐的意思就是咱過年暝咧拜公媽，子孫大家出外嘛攏轉來拜，愛下滬拜公媽。拜公媽的時，每一個人拿一支香圍佇公媽的面頭前來拜公媽為了拜公媽，就是圍爐，爐呢，就是家家戶戶攏有嘅公媽爐，毋是食飯嘅爐是公媽爐。這個時陣才叫做圍爐拜好香就插佇公媽爐安尼等候甲公媽拜好了後呢，咱就煮這個澎湃桌頂擺這個菜呢來食團圓飯，大家攏轉來來食團圓飯因為圍爐了後的食飯嘛叫做圍爐飯圍爐毋是食飯，食飯毋是圍爐，圍爐是咧拜公媽，這一般人攏忽毋對去啥物佇外口食飯安尼嘛用叫做圍爐，凊彩講講咧歹勢這是事實啦另外，過年還有一個風俗，就是打門簾。打門簾愛注意一件代志，就是毋通打顛倒餅。過年日，咱就換門簾早起就甲舊門簾拆掉，換新的門簾。現代人呢，無讀台語，較袂曉認餅節，認餅節才會曉分頂下簾，所以咱出門定定看到迄個門簾打毋着邊的，這足事常的、足平常的打門簾，大先愛會曉分餅節，頂簾
就是大大屏，下联大小屏。啊，大屏呢，就是坐伫厅内，倒手屏就是大屏，正手屏就是小屏。哈，啊，咱若面向厅头，面向厅内，就是正屏呢，就是大屏，倒屏就是小屏。啊，大屏搭顶联，小屏搭下联。啊，这个顶下联要安怎分呢？这都爱会晓台语的读音。一句俗语叫做“坐起并收”。顶下联，顶联就是坐起，就是讲顶联的尾仔字，即句联的尾仔字是坐声，若下联的尾仔字就是并声，顶下联就是安尼分的，若分唔对的，就是甲顶下联搭对边，搭对边安尼去就唔对去啊，内行的就看有啊。咱的平仄的音要安怎分呢？咱的台语有分八声，八声就是平上去入，分阴阳，也是分顶下，伊有八声，就是讲阴平甲下平，或者是讲上平声、下平声，这两个简单讲就是即摆咧讲的第一声甲第五声是平声，以外遐拢总是坐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第七声、第八声，这拢是坐声，干那第一声甲第五声是平声，安尼尔。其实若会晓认第一声甲第五声，都无毋对啊。暖暖咱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为着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咱特别伫去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踊跃来投稿。今仔日咱要来分享的这篇作品是来自台南市善化区詹小武小姐所写的《细汉时三合院过年的记忆》，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三合院的记忆。阮阿爸甲阿母拢是大家人，因结婚了后，阿爸离开故乡到家人徛起。逐当若是29暝，阿爸拢会带阮转去故乡。三合院的老厝有阿爸的亲情50，毋管欢喜也是悲伤，拢诚做是阿爸上宝惜的记忆。29暝迄天一透早，阿母就去买菜，转来就伫灶骹诚无闲，一个仔看伊兄茶，一个仔切菜，搁一个仔红烧腿裤、煎蚵仔酥，还佫有诚济袂记一个山珍海味，互阮规定囡仔看甲喙烂直直流。问阿母当时会当食饭，阿母拢讲佫小等呢。一直到日头落山，我甲阿姐才开始捧菜去大厅的饭桌顶。好食的料理是摆甲甜意甜甜，大家坐伫长椅料边，拄开始敢若阮10几个人，落尾有20-30个亲情坐做伙，大家拢欢头喜面，有讲有笑，哪食哪讲笑亏。阿公阿嬷笑到强要流下海。迄顿饭食2-3点钟，佫还袂煞。
食饱了后，阿嬷摕咸酸甜予阮搭伞。阿叔甲烘炉的炭火烧甲红记记，伊甲咸酸甜等一寡落去地鼓，大家围伫烘炉边，迄是阮展架围炉的记忆。过一困仔，阮闻到甜甜的香气，斟酌看是水滚啊。阿嬷分予一人一后烧茶，了后阮就会哪啉茶，哪耍揢子网，一直耍到半暝，哪拄久拢无想要去困。三合院的老厝，逐当的过年，规阵人笑嗨嗨的画面，到呾若想起来，就亲像迄暝咸酸甜甲烧茶，是我满腹甜不不幸福的滋味。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食白烟闪闪，无像山高红的hen，金石脚，月娘春遐顶。